像银行。俩是为小事给伤，俩是做众生，俩会贪污给你，暗用为叫他没这栏杆。爸爸妈妈拜托，同声言的讲合法，语言迄条件足够，用袂有名。用为按下银行，也是为小事给伤，也是客家伤，也为同户嘅人，暗用為叫當活接欄杆。神嘅吧。